小區嘅樓盤名稱佳景康城，價錢250萬總價。視頻裏邊所展示嘅係140平方嘅4房3衛雙陽台嘅戶型啦。陽台望出去就係小區嘅園林啦，非常之靚噶，同珠海嘅紅樹灣係同品質。從入門口開始介紹，子母大門係交付標準，然之後廚房裏邊係 U 型嘅，包括呢啲洗碗機、消毒碗櫃，全部都係西門子，亦都係交樓標準。然之後嚟到我哋主客廳，客廳開間4.6米，呢邊可以放6到8人嘅餐台。好，嚟到我哋呢啲中央空調，亦都係交樓標準，係非常之靚。包括呢啲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仲有儲物櫃，都係做好晒俾你。呢邊就係分別就係兒童房、公主房，仲有主人房嘅套間。小區5分鐘嘅生活圈，有城軌站啦、三寶會員店啦，10分鐘就可以去到環宇城與華發商都等等嘅配套啦。主人房咧可以放一張3米乘2米半嘅大床，亦都有私人嘅書房，仲有衣帽間。哇塞！主人房裏邊竟然仲有咁大空間嘅浴缸位置，雙人嘅洗手盆都係交戶口標準啦。咁近期想揾改善型嘅4房嘅朋友，可以留意下呢度。除此之外咧，小區仲配套有直達翻香港與澳門嘅業主樓巴，喺線上購票就可以噶啦。每日非常之多班次嘅。好，有興趣嘅朋友，佳景康城140平方250萬。